好，非常收看今日福喜类类嘅节目啊！今日老大家来分享冬虫绕嘅地势咯，係嘛嘅咧？大家有發現冇？係咩兩以為遲到講推班要動到緊，見到講水冇水到一半，然後講做事做到一半，後點是忙下去，人可能是走咧，檢查出來係嘛嘅問題咧？大家線上就會講因為佢有心肌切到，你講心肌梗塞咁樣嘅問題兩種問題其實營養蟲所以基本上大家來分享一下，到底係乜嘅狀況，你容易來預防，所以今日繞牆都係你突然之間嘅護理師請培文，大家都分享佢分享。大家好，我係請培文護理師，我來自頭前醫院，和東方醫今日做咗兩篇講了心肌梗塞的問題。係歡迎我們的護理師陳佩文護理師。其實護理師佢係信封音他不要講得動不過老師真的很用心基本一攞嘅時間還跟家人聯繫講下係嘛？係啊，啲人係講冇賺，唔係，其實他會係慢慢講，相信我係他會嘛講到動。唔係講動漲，咁講我講到唔漲係唔好，因為我喊頭漲做得，因為我要動到個肌皮做得聯繫。咁個講是咩？食材會相信你講到醫學上的日後上嘅專業嘅知識，有些名詞還真的蠻難的，好難講啦，好難講。譬如你今日啦，大家都分享嘅就是心肌梗塞性。梗塞就係講切到，對，所以兩樣叫大家是咪會覺得說身邊的朋友，你孫頭嘅朋友來講看報紙、看新聞，好像很多人突然間什麼爬山爬到一半，然後講去聊到一半，他就倒下了，然後一檢查因為心肌梗塞，所以兩問題都兩重，厲害。國人10大死因之一啦，他嘛動兩重問題啊，動兩重，所以簡單講起來，大家會知道講，我平常時也好好你講緊乜嘅東西，我談是到底什麼是心肌梗塞？我們簡單讓聽眾朋友分享一下。講大家分享下心肌梗塞係講你心蟲有上條血管，兩條係冠狀動脈，冠狀動脈有分兩條，一條到周邊兩邊行下去，一邊到頸周邊兩邊行下去，喺兩邊嘅頸周邊兩邊，你看到兩條血管行到下條落去兩係，我哋講係左前降支啦，和一條係行到後背去係左回旋支，和頸周邊兩邊呢是右冠狀動脈用，上一路係上條嘅血管，它上條血管呢，像抱連條心蟲，把心臟包起來，它不給動作養分通血液啊用，它係講講心肌梗塞係意思係講，兩邊係一條血管係講切到，係是上講啊，就係即產水啊，啲位要該產水蘑菇，它連水蘑菇嘅時節，你後背嘅產水是為摸水什麼，它該天嘅該稻米是為摸水好溶，它連心蟲買強溶，它是為心肌梗塞來用。所以其實簡單講，原來是你個心蟲佢當然有血管瘤過，不過大家可能冇注意，你嘅血管可能慢慢切到，自家都冇發現。等到一下切到嘅時間，啲血管一溜冇過嘅時間，馬上。時間很短，對不對？那個血管馬上就壞死，肌肉就跟着壞死，你就倒下了。基本呢係慢慢切，看到心肌梗塞嘅時間咧，是係講兩邊切動力讓蟲咧，是差那些血管去，它下是縮起來咧，它意思為下是會分體啊用，好可怕，動得影響對，因為大家是咪講，初步應該馬上來朋友嘛，創造心意嘛，該爬山爬，那看見他性體動田，還很有力氣，還爬山，係啊，還以鐵。大家說哇身體很好，什麼爬到一半就心肌梗塞，買又偏又買用啊，去買講行路行下講胸口痛，痛的時間下嘛係分體。對，不過老實說你講到安定音講，你講用爬山爬，忙下去因是心肌梗塞，那這個黃金救命時間，佢總有時間做得去救機，對，不是總是有一些方式，對不對？錯，係講好，我度。乳酸係看到兩隻병因啊，係講分體。對。時間因為現在看機有獻機，看機係冇問題。你做獻機，我哋講話講叫 CAB 啦，吼。叫是獻機講，你병因荷爾蒙伊係原因係分體，從哪分係原因，有些獻機，喺體嘅獻機係講
帮我叫救护车，或帮我叫人来帮我忙这样子吼。很可惜命下肌肉心跳摸，系讲摸心跳摸第一跳的时间，你水同一轻胸口就是两个乳头中间开始胸口按压。你讲 CPR 嘿，开始 CPR 所以可以是可以。啊，伊可以是的时间，伊是等救护车来，吼，喊救护车来的时间，你会紧轻哦，会轻到去有一个呼吸，然后就特别听讯完用。所以这样还是有机会的，还是有机会的。就问下会按我问先生吼，像小朋友你可能看电视，然后看报纸，然后来讲，你讲身边朋友的消息，大家会觉得说，来就嘛改西给，还肯定帮哈是来不及了。对，那我就问老师说，对啊，好多例子是这样子，你讲会公啊，帮哈去就来不及了。可是老师护理师的意思来讲，其实是来得及的，因为你一定有征兆，对不对？你一个胸口会痛。会跳去跳，咪都在干苦的时节，你看到你下，我就讲胸口会冻痛，会冻寒，冻寒的感觉。对，他系讲伊有讲系你下吼，系讲会跳会出汗，会冻紧张，还系讲会胸会腰，还冻摸轻松，对，不轻松，摸轻松的时间，伊是假是会低嘞。错，他伊看到下摆应该都天时看到安样的囡仔，佢讲胸口痛。对，时间有先坐下来，先哭下来，然后摸上骨，好该血流好顺。是，可能是有机会。对，是有机会。讲爱冻痛还是紧气呢？那用，那好危险嘛用。对，我觉得陪阮护理师讲到冻哦，乡亲朋友可能冇注意，因为台家冻已经讲，俺会第一个水是心肌梗塞。其实老师要讲的事情，它一定有征兆，所以你平常生活的时候就要注意。像老师刚刚有讲到，比如你系讲你起头你改胸部有一些痛，那你就要注意了，总那个啊没关系啦，痛系哦，俺而家命冲推一下又不痛了，这不行。对不对？心肌梗塞挑战啊，有条因为讲来错下血下是会好好。对，他有条时间去讲，佢本来是有生存问题。错。他其实会讲来先食掉肉，他5分钟爱读得嘞，应该就是讲救性的肉啦，吼。是。他你食得开5分钟了，是有好好，是好好。对。他有条时间到心肌梗塞，些是肉都摸好嘞。是。他是上白摸好，你水先容易联系的。所以其实乡亲朋友系讲认定的性虫有问题嘛，我们讲系讲两研究发现到，每次都胸口会痛，胸部痛啊，但系讲两边讲种头皮有摸硬好，有点困难，摸埋就得头皮重新出汗啊，吼，袂会，然后讲头脑有点昏啊，动疼，或者是。我觉得有个很重要，大家常常会讲，我胸口闷，你讲胸部有点像窄的感觉，对，当然你讲按用是绝对性虫有问题，你讲系讲要按用改容的时间，用什么样你是去注意，要观察，注意这个身体状况，要注意款性上，还有这边写到焦躁啦、烦躁不安，也是一点点小小的征兆，你一定会定义是干不干苦嘛，大部分人常讲啊，反正爱头皮下是好嘞，狗体是酸嘞，还有都已经痛到位，胸口痛到位，两边肩胛头嘛不会痛，连肩胛头都会痛，叫为辐射狗皮，还有时候好注意对吧？是，哎呦。系讲你胸部痛、肩胛头痛，所以要注意，所以这就是征兆。系讲你有注意到征兆，然后又知道怎么预防的话，你真的遇到，就是你不要能够预防你后两的心肌梗塞感问题。不过在这边有提别人问护理师，其实我们还是有高危险群，对不对？一半应该讲我一直都没问题，不过有一群人按照够危险群，该所以好注意了，对不对？比如说高危险群是这边有，你本来是讲，伊本来是有3高的问题啦，吼，系讲伊有高血压、高血糖，还有高血乳的时间，还讲伊有血热、血酒，吼，他系讲伊好抬 Q 掉，抬 Q 系讲啊，就讲 BMI 会抬会好配掉的囡仔吼，因为因是有可能有心肌梗塞的危险群，他系讲谁来啊，45岁，谁满55岁，两条时间都好有。为心肌梗塞的一些危险群，是，它就不害因，你不害因系讲，有掉你系本来是心肌梗塞酒体，你是好注意掉，你也有点遗传史或病史那样。有掉你系讲吼，去实验是就，它就冇疼痛，你也已经都用送半冻疼，转移是水嘞，臭下。所以是臭到该碰地，臭到水摸，还是水摸，还是摸润痛，嘿，还是好危险。啊，你也讲咧 A 型人格吼 ，A 型人格的意思，唔系讲佢系血型系 A 型啊，对，佢系讲咧都你的人格特性好为严重，压力好大，完美主义者，糟糕，完美主义者，啊，了到你呢是该荷尔蒙会影响该血有的分解，它你是会好严重，还有好容易有心肌梗塞的。对，好，然后将军朋友来简单的讲一下，其实因为我想讲吼，讲的比较
因为我就想说，我要当一个好学生哦，好好来跟老师学习。因为我俩有心机切到的问题都样从，你大家你上课，系讲你好呸。对不对？你好呸，那你的高血脂就是你的血流好动，跟你的血管，你上系讲，你还在水管，啊，你的水管的血管壁有没有都是 U？ 哎，你敢不讲 U？ 你 U 越来越多，个水是血到水拱去，该是好呸感，你是不是就按用干问题？所以你就会可能会有塞住的切到干问题。所以当然啦，比如你本身高血压感应，高血 U 感应，你有动呸，哇哦！还是动危险，干你是动危险，那你就是会过危险区，干你其他是会切到个注意的，对，好，所以这就是让大家来讲，比如你动呸，啊你有润头。很有血压，很有血酒。你提讲你切对有性传染问题，你公司多注意，自己有可能是高危险群，对不对？是，所以乡亲朋友吼，你系基本上大家来分享个，不过其实还系有预防嘅方式，吼系讲只是拄到问题，你容易咧一架救一架，就系讲容易咧救撇沙吼。所以请你嘅乡亲朋友先聊下，拎下茶，等下咧就好好咧了解，还有乜嘅知识做啲认识。乡亲朋友基本上咧，你绕墙都系你突然毅然嘅钦佩温福利师吼哇。很有经验、很资深的护理师在同你个节目协从，然后你个乡亲朋友来分享，大家从头会谈到个性记切到个问题，不过大家会觉得那应该不会是我吧，就没去注意了，越没去注意就越忽略。对啊，因为对，安因原因很多哈，你在医院工作应该很多这样的案例。都系样讲啊，记得大家讲嘅，哎，性管条干苦，下是好嘞啊，冇相关啊，我是看先生，唔系挨回都看的啦，我嘛冇用因啊，冇干苦啊。冇用因啊，还是调皮冇买好，还是调皮唔会调皮，还是调皮有一点怪怪啊，冇用因啊，聊下是好嘞。这种人其实最容易被忽略。对，佢大摆都爱用，他其实讲吼，我还唔好意思讲，按东让从有咧款线上，他去做检查的时间，一直发现讲，佢个血镜都冇过。可能切到四是切到五是，好严重，那动阳虫哎，黑是好养虫的呀。对，大部分都养。乡亲朋友，你上看啊，你一般医生检查医生讲，你的血管切到40%，该表示嘛该，你的血管有100已经切到嘞，血都流到嘞。可是平常生活好像动紧手都没注意，对，所以这边当的讲到比较容易忽略的病状的状况，这边提到有3型，比如体渣。其实係講吼，有當然係講胸條性管條會樣雜雜，他就因為講愛條氣會乾枯，他因為會胃痛哦，對，當提出嚟就因為講胃潮生，對，佢講哎呀，我係胃膜，我係胃不舒服，我胃乾枯，然後講胃食道逆流，佢就因為咁講，他要款性上嘅時間，可能胃口都冇問題。因為佢是看腸胃嘛，現在講佢胃冇問題，其實係胃係性蟲，他所以對檢查用，他聽你種係本來是有高血壓、高血糖，他就高血有，本性是高血壓問題，他有當然是會好 PP 啊，好慢 P 嘅，其實會講冇相關啊，反正我是抖的，我壓力很大，工作很大嘛，冇相關，反正都沒有關係。對，他有當然吼有一種病人係咁講，佢講吼，佢做過個心導管咧。反正我做過咧嘛，我血筋是會痛嘞。我看過醫生咧，醫生已經幫我放支架咧，冇相關，冇相關，我要動安全。那種人吼係講你本身是有啲問題，你有冇改變你的生活習慣的時間？他運動可能個血筋個指甲表面吼，還嘛會切到哦，還你會切到，你表面你其他性發膜改變，是嘛會切到。對，因為我有當問你個護理師一張問題吼，就是說吃藥是一個方式嘛，血肉係一個方式，大家不知道講吃藥就好啦，其實不是。吃藥是維持，比如講你血管已經切到50%，所以半嘞，你血管血肉它還是50%，對，有可能嘛，對不對？血肉其實是慢慢啲啊，切到很厲害。對，你很在亂養蟲，不過你還是很危險的，因為你還是塞住50%。對，那就一般一個我裝支架。注意哦，裝支架不是沒有事，意思是你裝支架讓你的血管降開來，你降開來不你血含過去，可是你還是包很多油在裡面，對不對？好，所以鄉親朋友特別注意，這真的是很重要的知識，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已經看醫生了，我已經洗澡了，我現在很安心，其實不是的，還是哦，所以這個就是台大很容易忽略的，像有時候胃不舒服也要注意哦，胃摸送手摸把頭緊，其實不是問題，其實不是只是這樣子而已，對，可是很想問老師哦，
问你的护理师，就是如果你严重真的遇到急案了，很紧急的案子，你要如何处理？其实老师刚刚有讲到嘛，CPR，对。不过这里老师有特别带来一个很厉害的工具，对不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然后。俩只系叫做傻瓜电击器，是让大家看下。它厉害好小哦，很懂谁知道？它厉害多，在公共场所、百货公司，还有商场，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叫做 AED。哦，它封塞嘞，它俩系一人用的是枪塞嘞，然后所以你从诺贝看到的系封塞嘞，因为俩系线上度二战大陆嘅，所以系枪塞嘅。然后特殊，你好，你要动，你要停下去，那边在开关，这里有一个开关。你俩看，他刚刚看那边就讲，那就图示，因为现很便宜。平阳抖的猫又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俩有感觉容易会干涂猫，吼，他伊都唔会讲，同伊讲袂，对，他可能快昏倒了，可能摸心跳嘞嘛，可能很摸意识嘞，对，他也是动让从一水很叫救护车，这点好重要哦，应该是讲叫救护车，叫救护车，吼，叫救护车的时间，其实会同伊讲，你下会打开的呀，这电击器，好，打开嘞，两片两个板子啊，两个板子，这样可以拍的。可以，看得到哈。因为两片就它图示同一讲，两片就它图示同一讲哈，因为先表的便宜的颈脖子这个地方，让它维持呼吸道通畅，这很重要。对，你就让它这边通畅，对不对？对，先让它通畅之后呢，它就会跟你说，请把这个电击片，两张系电击片哈，你打开来，你打开来的时间，你下都会告。同一讲用音表吼，来同一打开了一下，等下。好，我们强你改护理师让你打开。其实这个两下抖挪北东动缝片改东西，看得到，用没有看得到。它两样是用贴在病人身上是抖得嘞。对。好，它两片是会同一讲，你要分析心率，你要记起不是同一讲分析心率。对。好，它分析心率还有讲电击，叫做讲莫咩平音还是可以是电击。你不要碰病人，你不要碰病人，开始准备电击。是。所以机器会本身会帮你先做电击的动作。对。它可以分析电击还有讲，它摸好，其实会讲准备按压心脏。它两片是会。好难哦。基本讲，它机器会告你，意思不是紧张，伊很多芦笋拄到了的时间，意思不会紧张。是。用像送机来机器会告你用 CPR，告你用两台机器。它俩是会同伊讲来轻来片，两片都会同伊讲会轻到两个地方来用。所以其实我觉得护理师给不给那俩东西，要用轻朋友敷衍，会用轻朋友口都没起到高，那个我怎么会用？其实还是很简单。我的意思是说，可以用，因为这是一个一定是很紧急才会用到嘛，对不对？如果你身边真的遇到人，现场走得处理，动难线处理，所以如果提议到从让你提出来打119，打119很救不差了。可是他人就倒在那里怎么办？因为他其实从你改盘控区1楼也有这样的一个那种傻瓜自动电击器。那你因为这边有一个按钮，打快了，它里面就会有声音教你怎么做，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紧张。你其实就是把它躺平，然后把它那个东西贴在他的胸口。对，这个东西贴在胸口上就可以。对，打手机改用途，你都去挡呢，你被告你用，你打挡动就突。然后其实你只要按电源让它去，你不会同伊讲，你都50走嘛，其实刚一两朵在平音身上的时候，其实我奇怪会讲，是准备电击，还有个准备要按压胸口，你都不能告你啊，对，是紧张。是，所以讲到两片，我要特别跟问性上一个问题，有的人会按用力，他会觉得说，我现在胸口痛，还在胸部有些痛痛。我自己开车好了，其实不对，不可以，对不对？你看我们有很多公车司机，每样讲啊，快啊，胸口痛，他其实我赶快开去医院，赶快开去医院。可是因为还不动都差，秋天嘛又差，然后动危险，会对公众的一些民众会造成危险。是，系讲一起甲快差的时间，因为都听到该芦笋去，听到芦笋的时间，喇叭是紧停下去。我们一般的人不会按喇叭嘛？对。我们如果在路边看到一个人按喇叭，我们会比较注意这台车。我们想说他怎么了？你用音嘞，你是不是用音会搞一块？是。按来时间去通讯员站都在救你啊，莫性从干苦的时间一起干摸肉，莫因同一压胸，然后会动危险没？所以其实讲到了在理的时候，然后全部在分享，会讲你前期督导就按按问题，莫讲起驾驶差。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叫救护车，因为救护车它的速度好加，还有个救护车挡够加又专业的，仍然走得来救护人员就可以协助你。为什么特别提出来？因为就动斗感，你觉得不舒服，所以说他知道有恐惧症，他就说来，我自己开车，然后或者拉家人一起，其实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你可以就是请打救护车，请人家帮忙，这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这样不会造成公共的一些危险。也是，不过哈，老师很有趣的事情是这样，也就是说，你台大为督导高，像网络你讲用路当够就动斗改。我们说不能讲偏方啦，就是说我就听过一个最近网络一直在流传的，流传改，就如果
什么叫做心肌梗塞自救法？他说用力咳嗽。因为对应讲用抽诶，还好对，好台里出，台里抽，这是真的吗？摸好啦，吼，当然摸好的问题。他因为对应讲啊，会吹气的胸部，啊，了是这位舞蹈嘅骨头啦，吼，啊嘛动危险。是。他就对应吼讲会打俩买手背俩片啊，对，啊，那样都买摸好诶，你系等于痛刺激款去又反应摸赢啊，只是摸急救诶。因为吼，基本你读吼，动读吼，访问 N V 改福利师，如果访问福利师之前，爱当都该苗如款的，比如心肌梗塞改问题的时间，你读的时间，他们说大力咳嗽，然后呼吸，然后动台里搓咳嗽，然后他说这样就可以急救命，要不然就是这里用心给用打俩片，对不对？用力打，或者是捶胸口，所以是不行的。很摸好诶哦，各位朋友懂得样走，哈，那怎么办呢？哦，系讲一般性吼，是就性虫的问题，伊性上一定会扣两种诶救心药，是我们叫做 NTG 啦吼，它两种心绞宁，它两种也是紧实都得缓解，这是可以的，它摸两种都温不慢慢抖啦，一定有性上扣长肉，它连阿司匹林本身也是会讲性上扣你长肉嘛，所以是规律吃药这样子会对病人比较好。是，所以乡亲朋友，基本呢，看俩时间节目呢，都有补气是对的。你看名如大家讲的该种的方式，其实是无效改，所以其实还是得遵照医生改指示。还讲你只是有性虫感问题，肉一定要随身带，对不对？就像刚刚护理师讲的，如果真的不行，医生一定会教你如何吃药，还会含什么？含这个心绞宁，舌下含片，这样按用改东西，所以是比较正确的方式哈。不过乡亲朋友吼，俩谁到大家都会讲吼，伤心没有如改消息，还会斗主因为没有如讲也是挺丑的，还是要去求证哦。不过讲到按斗改征兆啦，然后讲容易来拄到容易来应变，可是等下你想诶，佢到底容易来预防咧，你很好从然后大家聊下，等下就真来。今日東方伊就哋繞牆道請陪阮護理師來到節目現場，讓大家來分享你講心肌梗塞、心肌切刀。大家會講，哎呀，有問題我唔會拄到啦。不過其實吼，大家都冇想到可能自家是會拄到，因為你下度你個國內你講10大死亡的前幾名，對不對？而且很嚴重哎，所以其實公共嘅 CSU 你問講，那到底怎麼辦？我要怎麼自救？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自救。对，所以自救的方式是自救最好的方式，其实也维持很好的生活。如果你有病史，如果你已经有性虫感问题，当然是看医生。所以我们今天到了解到大家的分享，就是你身边可以讲就按用感应，你要一个注意哦。脸色白白的可以吗？对不对？不行，不是，脸色白白的，躺一下，你就要有那个警觉性，对，是不是心脏有问题？款他一本性，如果他本身就是有一些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话，你就更要去注意了哈。对，那你下其实心肌梗塞吼，见到见后上。哦，有到平均可能28岁，可能30岁，这么年轻，按后上。其实有俩就我们刚才讲的高危险群，你可能其他本身是有好过，其实他本身我还是有高血油的病史，是，哦，他可能有到因是好抬 Q， 他有摸颈酸的肾发，例如是热，又是酒，他就俩就平均吼，然后又熬夜打电动，他们有打电动是不是也是一个动央重感问题？嘿，你怎么已经臭年啊？你臭年也是有摸狗嘛，摸狗一都切到性虫其实也心肌梗塞啊。我知道了，大白款新闻改世界是不是有个嘛？是某某年轻人去往他打电动嘛，猝死。他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问题？哦，所以吼，其实有维持好的性发吼，安讲好口味。对，所以容易自救，没讲魔法图自救，自救也讲维持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才是一个很好的自救方法。对，所以大家可以提别到台高来讲，你还是可以预防的。对，所以你要注意的事项有什么呢？所以讲吼，就厉害讲诶，少让嘛吼，少一点盐。对，哦，少一点的油，是少一点的糖分，然后就是吃东西好清淡，对，好清淡一点。然后呢，要吃一些高纤的一些蔬菜或是水果。那要多运动啦。哦，运动哈。对，他们就常常会跟病人讲说，我们要4只脚的，就是红肉的部分，因为它的胆固醇比较高，所以4只脚的肉要少吃，是，所以4只脚就比较好认嘛，就是羊嘛。刚才没讲嘛，就是说你红肉不要太多，那你就想吃肉就吃白肉。对，那你吃白肉的时候，千万就要记得要去皮。
因为它的皮是动物性脂肪。对对，不过我都吃白肉啊，那个鸡皮有没有钙皮还是都白肉，这不行哦，所以皮这部分要去掉。再来的话就是多吃鱼肉，因为鱼肉的胆固醇比较少，是，那要多吃一些青菜水果这样子。对，那这边要特别让台高来讲哦，戒烟酒。对，戒烟酒这件事情。为什么戒烟酒那么重要？那个烟呐，烟的部分它有一个尼古丁，那它尼古丁跟一氧化碳结合之后，会让那个血管里面的血胆固醇会比较容易结合，那它的血油就会形成的比较快。那如果像喝酒也是一样，喝酒本来就会让胆固醇的那个代谢变得比较慢，所以慢慢的血管就会塞住。对，因为用亲朋友那台高会讲一下，台高会讲啊，吸燃是酒，那不是影响你讲肺嘛，肺部。其实唔系安用因为你讲到心肌梗塞讲嘅係你血管切到嘅问题，但你血管切到就像信上讲嘅，可能就有胆固醇。那雄医因为老师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台高长的地方，其实因为你保燃来时间燃掉乳尼古丁，它会让你的那个。跟那个一氧化碳，它代谢也会变得比较慢。对，所以其实真的要戒烟，就是要戒烟。我们常常都说你不能一天戒掉1包，那你可以一天少抽1根，越慢慢减，你就可以达到戒烟的效果。戒烟也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你要有很规律、动规律改生吧，改风湿，就是生活好好过啦。对，生活好好过，而且要慢慢过，慢慢过，然后不要熬夜。对，而且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糟糕了，这都是现代人的问题。对，这是现代人。讲到俺都是血糖应该问题，血糖应是压力大。然后呢，老师刚说吃清淡，因为吃到不清淡，然后偏豆呢应用又不均衡，对，然后晚上又要去应酬，因为压力大就会饱燃，然后应酬又会啉酒走了又摸水饱又熬ra，糟糕了。都会是动痘，所以要维持好日的生活。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预防的部分。不过抖俩片后，线上又讲抖熊俩还是越来越年轻化。我们白天讲哇，你18岁、30岁，心肌梗塞的人员是很多的，对，也越来越年轻化，因为这一定跟饮食有关嘛，他可能吃炸鸡呀，对啊，对不对？高血脂。或是高油脂的东西，现在都是一些高血脂、高血油，因为我们都是外食族。如果你没有自己煮，我们不会煮一些烫青菜的时候，你都吃外面，其实很容易会把一些过多的一些动物性脂肪吃下去。对，所以但是在这边和提皮到台家讲哦，你讲头哇，心肌梗塞、东洋虫、猛草，台家很容易的预防，所以肾白狗都好。可是这边还是要提醒，我觉得提醒很重要。为什么容易讲？而且我顺便紧急的原因，他会觉得来款狗日肾的，所以我现在随便，我很放松。所以这边提到居家护理。还是要很注意，对不对？要怎么样？所以呢，平常的时候啊，我们应该还是要量血压，阿拍当一量，红冲的时间是量，当然是维持一个同个时间，量其实会好标准，唔会讲一下就听通下量，一下高一下大样吼。还一下你懂得某些东西也是听认同，啊，懂得是听饱也是认同啊样吼。还有一些你系讲有性冲病的时间，人一听会大概容易肾血。药一定要吃，药一定要带着。那这个也会带。那个带着救心药的话，一般我们都会放在胸口，不会放在口袋。对，因为裤头这样它温度比较高，所以那个药物很容易变质。哦，所以放在胸口。放在胸口，我们常会放在胸口的口袋，或者是西装外套的口袋里面，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啊，莫会冲浪啦，吼，啊，你冲浪有些血经会缩起来。啊，动容易心肌梗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讲浪天改时间容易尬造心跳会讲回来，航母就会注意温度，要注意温。哎，对，台湾都平讲，因为红热时间哈，还注意保暖，是好穿好衣服比较保暖的时候再下来运动，这样是比较安全的。不然的话，就凉的天还是冷气房，还有出温不会散一条，该血筋是下瘦，一下瘦，一下瘦，然后该血筋是好冻掉一样，很容易心肌梗塞。对，他你系讲吼，你有心肌梗塞后，然后冻得疼痛，然后所以呢，然后慢慢冻的，对啦吼，一天要慢慢的运动，然后对病因为好好。所以运动很重要，对不对？而且这里好有趣，可以搞懂嘛？正常的腹式呼吸，不要憋气，不要憋气，不要憋气的意思是讲吼，你就有点因为要出力，呕吸的时间啦，因为好出力。我们不是会用力嘛，然后会憋气。是。那俩时间该血筋血路还会缩起来嘛？对。那俩时间你也如何有血筋有摸痛，是如何切到？哦。因为是好危险哦。所以心脏的问题其实很多的问题。是。心脏的问题，某种大家想个案简单。所以其实你系居家护理，其实居家护理的意思是讲，系讲你本身有抗医生，跟你柔天才会带呢。如果胸肌没有听才会注意一件事情，你真的每天都要维持，对，不要以为那样子就放松。所以就像刚线上特别讲到，像装过支架的朋友，比如讲你俩好，系讲又在困天时改用镜片，又系讲你平常时你可以说性从已经装过支架了，不要以为就没事，对，它还是有可能会再
再塞住，再塞住。所以呢，哦所以我们常常说放了支架的病人啊，他吃药大概要吃6个月，最基本都要吃6个月，保持那个血管的通畅。对。那一听吼，该心发习惯一定要改变，一定要维持那个比较好的生活习惯，才能活得长长久久。对，所以其实像老师刚刚说，老师信上体肥育工的，比如狗熊，他遇到的个案是，比如说像是你是8岁，因为他太胖了，是不是？对，那像有时候邻居发现邻居。然后又在邻居吼去买用，其实讲去向口痛，对，他们到问题哦，他们很因，他其实问题嘞，他都会不行因下班6点7点转去的现在发现，他起来先是狗性体，还是讲哈，这是真实案例，他又在恁啥下用去好强，去下我他讲，哎，心口痛痛的，他去不用因。其实打电话叫119，哈死狗了。他其实他有病史吗？他有病史，而且算是很有警觉性，所以我喊一马地，你哈死的比现实哦，还是叫119送医院，买菜都80%用了2个支架用，80很多。可是他还是就是因为家属有警觉性，所以他其实可以在很快的速度下去救这个病人，所以他放了2个支架之后，他现在也是活得很开心，还是继续在做复健。是，我觉得佩文护理师公的非常好，他现在也是活得很开心，没有错，就是说仔细督导按感门听，你如果装支架，像刚才讲的案例80%是非常多的，你胸口哪个血管是你是走在通血而已。不过你可以讲装了支架之后，你还是像你抬高了踢响你要注意你平常的生活方式，对饮食清淡、润通，阿里莫安台生活我们放慢脚步，莫是染，莫是酒，然后主从一些改东西我们。讲为阴肉，所以其实还是可以维持得很好。对，但是药物不能停哦。对，药物不能停。线上系讲要向你食肉改时间，你是会继续来用找线上的指示来吃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相信朋友改收获很大。非常感谢老护理师在都节目地度，从头来大家都分享很好，都改冇强改去好地师，希望你好，相信朋友咧，听你咧聊一下，你来到线上看下来做认同了。